大家好，喺最近嘅財政預算案當中，宣布將100蚊物業印花稅嘅門檻由樓價嘅300萬元擴闊至400萬元，並且適用於工商鋪嘅物業。呢一個咩安排呢？對工商市場刺激作用甚大。根據美聯工商鋪資料研究部嘅數據顯示，由政策出台後至到3月24號為止，工廈物業買賣嘅成交咧增加咗約30%，可謂直接撐起咗近期嘅工商市場成交。響呢一系列嘅成交當中咧，其中唔少都係位於荃灣區，而呢一區咧其實近年都有唔少嘅變化，多座新式嘅工商廈咧都相繼落成入伙，佢哋好多都設有高規格嘅裝修，而且地理位置優越，極受投資者同埋租戶歡迎。而響荃灣東部近大窩口一帶，政府早前亦都提出咗咧，將現時部分用地改劃成為一個商業嘅用途。相信未來呢一區咧將會大幅嘅變天，發展成更具規模嘅新式商業區。隨住荃灣活化重建速度逐步加快，未來發展將更趨成熟。而區內現時仲有好多受惠於100蚊印花稅嘅工商物業，投資者應該把握呢個時機入市，食盡未來升值嘅軌道啦。